入直路嘅時候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和平波遨遊氣泡，第一隻上嚟挑戰啊！外邊位置仲有神之勇進，偷入邊上有進偉提喎，外邊冚上嚟係標誌銀河，中間位置仲有鴻運帝王同埋竹園啊！最後百零米，神之勇進透出咗埋邊遨遊氣泡啊！中檔位置港邊小區追，外邊仲有鴻運帝王，出邊係竹園，最後100米到遨遊氣泡上翻嚟，終點前將神之勇進趕過埋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咁啊精明選擇啊佔先嘅，咁啊見到成紮馬開始上嚟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小飛俠開始拍上嚟，出邊追風起雲湧，掟大外檔一早喐手啦，紅眼罩就係年年有福啊，響入邊呢63紅眼罩仲有領創動力啊，後多層出邊精算特殊啦，大外檔仲有怪獸叉燒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及早發力嘅年年有福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埋邊小飛俠谷翻上嚟喎，中間位置仲有風起雲湧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走順咗啦，外邊年年有福將後邊嘅對手拋離夜馬，第2名啊相當接近啦，埋邊小飛俠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，藤黃區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原內欄追上嚟噶嘛，有星之源啊，中間有華美之威，出邊東方寶寶，中間海洋帝君，外邊海王啊，馬林裏邊快樂老窩一路等緊位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藤黃區仲係佔先啊！呢個時候見到外邊東方寶寶上緊嚟，中間海洋帝君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勁進區藍衫藍帽已經係第4啦，見多福第5啦，康昌之星打緊邊第6啊！後啲噶嘛，標誌星球埋邊啊極速滿貫啊，揈出去外邊追有博愛先鋒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勁進區啊，壓住咗入邊就智旺財啊，外邊見多福追啦，最出仲有隻康昌之星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咁啊呢隻勁進區拋離對手大約個零身位穩操勝券噶啦，跑第2名嘅馬，外邊康昌之星，外邊冚嘅馬有特別美麗夢照法都要拱出去，馬林中間揾緊位，紫色眼罩仲係型到爆，最出嗰邊有極速之子藤黃區啊，最後200零米特別美麗響中檔透出咗，咁啊緊隨其後噶嘛，有夢照法啊，中檔紫色眼罩追，有型到爆，外邊光輝歲月，出邊仲有2隻啊，藤黃區大外檔係極速之子，最後100米特別美麗唔多喎，兩匹馬中間傳上嚟係型到爆啊，接近終點贏起上嚟都真係型到爆啊！急劇墮退飛馬更威啊！涉內欄嗰邊呢，仲有瑞奇威風掟出去外邊活力精神同埋駕勢奇葩，最後200零米透出嘅馬就平海之星啊！見到中間奮鬥輝煌追緊啊，圓欄傳上嚟有刀靈勇士，外邊追係活力精神啊！咁啊埋邊揾緊位瑞奇威風啊，唔係好夠位，最後100零米活力精神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好，都係出邊追嗰啲馬喎，咁啊有試跑得第2啊！後邊馬好精神掟大外檔3強啊！後邊嘅馬呢，仲有呢隻花好月形嗰啲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富心星拋嚟咗個幾身位啊！紅前道呢就開始追貼啲㗎啦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出邊追嘅馬又好精神，大外檔呢仲有3強啦，最出仲有隻啊，係有你有我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紅前道似乎過到一隻富心星啊，後邊嗰個花好月形好精神，一齊上緊嚟，接近終點紅前道。內欄呢紅衫大面箍嘅追風啦，中檔紅海勁掟出去，大外檔係極速滿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時間寶嘅，鬥緊埋邊呢就係呢隻贏月啊！咁啊外邊爆足紅衫啊展開衝刺，攞出去外邊嘅馬仲係先到先得啊！偷內欄嗰邊上，仲有呢隻就追風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時間寶鬥緊贏月啊！外邊先到先得上緊嚟，咁啊埋邊追上嚟，仲有呢隻呢就追風，慢慢攞咗出去出邊啊！63係起專龍啊，最出仲有隻嘉應騎兵啊！馬林中間等位係安泰啊，走咗入去穿甲戰鷹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埋邊啊歲歲有福，中間紅眼罩有正極啊，皇仁歡星外邊追。出邊上嚟噶嘛，仲有隻起專龍啊，後多層出邊上咗少少就係呢隻嘉應騎兵啊，最後100零米正極佔先啊，起專龍外邊嘅勢咧冚上嚟都過佢噶啦，咁啊接近終點，起專龍贏出呢場賽事，正極第2，第3名外邊追，前面開心三寶仲係佔先啊，大學生就開始拍上嚟挑戰噶啦，再見到後多層內欄第3位立八村中間樂勝天下，出邊開心勇區啊，第6位中檔銀亮奔騰選擇走入去喎，響佢埋邊仲有壯志凌雲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包裝創新紅海勁啊！最後直路開心三寶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大學生追緊，中間樂勝天下亦都上緊嚟，最出嗰邊啊紅海勁啊！馬林中間仲有財有勢嗰啲馬，中檔位置銀亮奔騰，最後100零米開心三寶仲係佔先，銀亮奔騰越衝越勁啊！接近終點